後來鄉親繼續來看刮問題。17號到台中逢甲夜市掃街，互辣椒水噴到，結果是廢職維安的分局長周俊明，因為辣椒水故障誤噴到刮問題。但是第一時間，分局長並無主動來承認，是人24小時了後，才打電話給局長，講辣椒水是伊噴的。結果封記2支的小告，解除到主管的職務。不過外界認為，只是因為器材故障，就免除到主管的職務，無符合到比例原則。台中市長盧秀燕是真罕見來講談話，講周俊明第一時間無來承認，已經違反到紀律，所以當甲處罰。民眾黨團一群人去到派出所，準備要報案。分局長周俊明人就徛佇咧值班台仔頭前，看同事帶民眾黨團去報案。民眾黨團當時要針對17號暗時啊，佇咧逢甲夜市啊，去噴到反應金仔水這件代志，甲警察報案，要掠是誰噴的？分局長周俊明就是當時噴反應金仔水的人，當時煞無主動申請，要前辦案進度。回頭看事發，前民眾黨主席郭文泰17號到台中逢甲夜市啊掃街，去噴反應金仔水。迄天警察成立專案小組。18號透早，民眾黨團到警察局報案。迄天中晝，局長召開專案會期，直到下晡5點多，警察調監視器畫面，發現周俊明有用反應金仔水。落尾，周俊明則佇咧半暝10點打電話給局長，申請有共噴，就叫這期先怎拖這麼久才申請。他沒有第一時間坦誠，是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噴灑的。他的說法是這樣。專案小組調查周俊明迄天帶隊去管規矩，過程中發現在反應金仔水噴霧掛破去，為塗骹噴幾下的試看賣敢有害去，佮叫迄條分局長佇咧噴完反應金仔水了後，就將管仔等佇咧糞掃桶。尾仔檢查提供有破去的反應金仔水的證物，卻懷疑唔是共一款。晚上10點丟棄的。那我們大概在12點多趕到現場去的時候，他還在，所以我們就把他查扣了。警察大動作調查，想要到凶手是家己人，警政署趕緊處罰對分局長記2支小告，調離主管職。台中市長盧秀燕嘛發談會，認為入管的處分符合處罰的原則。這個事件不只是一個烏龍事件，而且是警察紀律的問題哈。知影相噴反應金仔水，民眾黨團決定撤告。不過，規件事件為滲透事發，警察成立專案小組調查，到民眾黨團報案。分局長周俊明攏無遂承認，就是伊噴的。過24點鐘才甲局長承認。市長盧秀燕和市警局長認為，周俊明唔知影反應金仔水廢料，擱佇咧逢甲夜市啊撒咧噴，落尾是嫌調工隱瞞，所以加重處罰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